长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你见我就记住我。天哪，传到什么了？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说的点点太夸张了吧！幻想。廣府好聲音，南方生活廣播提醒你，而家係凌晨0點30分。最南方，南方嘅南方生活廣播。上下一直到哪里？ For better health and a better life. 健康讓生活更美好。廣州嘅夏天真係悶熱到離譜，又焗又濕，好多人成日都口乾上火，捱夜喉嚨乾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款真正嘅夏日靚茶，就係呢一款雲南鳳慶2000米高原大樹紅茶，高海拔雲霧山林滋養百年古茶樹，嚴選一芽一葉大樹金芽，條索金黃柔潤，品相非常出眾。滾水一沖，清甜蜜香夾雜淡淡花果香散開，瞬間沖淡夏日嘅壓抑悶熱，入口絲滑清甜，清爽不膩，回甘持久。夏日燥熱，食辣上火，喉嚨乾澀，飲佢潤喉解燥，消暑降火，一家大細都可以放心嘆。南方生活廣播特別推出端午甄選活動，優惠真係抵到爆！12款高原大樹紅茶，全網最低價放送，買任意一款茶葉即送精美暢享杯，熱門爆款一炮而紅，閒聽香霧松煙限時買一送一，全場消費滿1000蚊，仲免費送價值945蚊嘅高端品茗禮盒。想慳錢嘆靚茶嘅街坊，即刻微信搜索關注南方生活廣播公眾號。